台南市北区因为人口较密，加上街道巷弄多，为了顾虑用路人的出入安全，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，正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胜兴特别关注北区33个里，一个里2个太阳能巷口的警示报闪灯，由北区区长李煌新甲里长联谊会会长黄文忠代表接收。因为我看咱台湾全省小巷很多，你也看到每一个新闻咧报，迄个发生车祸的时候，那个场面哈，你会想说你要去做这些东西哈，来做社区的一种贡献。啊，那么这就是要互减少伫十字路口减慢速度，所以有迄个遏制作用。那一般你桥都会发生车祸的原因，你讲有归咎讲有一个问题就是安那，就是他晃神，没有注意，做一只棋，骑到前面路伊唔知人动。那么有这些指示灯来提供他哈，他会稍微有一点警惕，你把手看得到嘛哈，所以他会减慢速度。或者手动寒的，那么这就是减少车祸的事故发生，所以这个物件吼是真好的物件。感谢咱正觉社区咱陈理事长吼，因为伊大拢伫咱的里内吼，伫咱社区内底吼，爱感受着讲咱街头巷尾其实冤冤枉枉的死角真侪啦，所以讲伊就考虑着讲会使来关乎咱国里2粒的。咱的警示灯吼，到伫咱的巷仔路吼，灯头挖角的所在，互大家吼拢会使骑车好、开车好，拢有一个警觉。因为根据咱北区的调解案件来看吼，差不多有9成左右吼，拢是来调解车祸的事件啦。所以看得出来讲，伫咱市区吼，因为路侪吼，出入的人侪，所以咱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真悬。毋茫讲，咱透过咱这个警示灯的装设吼，会使互咱的用路人吼，也是互咱的行人吼，会使更好一个安全的交通的环境。协会理事长陈胜兴表示，该警示的报闪灯除了得到专利，进前嘛捌捐赠予警方来使用。未来希望用伫个国里较矮的巷弄，提供警示的照明，予每一位用路人加一定的保障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